雙餸飯點解喺香港咁受歡迎？香港人生活步伐快，未必咁有心機自己煮飯食，而雙餸飯平靚正，又可以揀自己中意嘅餸菜，深受香港人嘅喜愛。但係又有幾多人估到食雙餸飯都暗藏危機呢？如果成日食雙餸飯，而揀嘅餸菜係咕嚕肉、炸嘅食物或者係鹹蛋蒸肉餅，呢啲高油、高脂肪、高鹽分或者係鈉嘅餸菜，食得多會增加心血管疾病風險，就例如中風、心臟病等等。咁我哋應該點樣去揀餸菜令我哋食得健康啲？不妨試下揀蒸蛋、蒸魚、蝦仁、豆腐呢啲餸菜，佢哋有低飽和脂肪同蛋白質，有助我哋心血管健康。另外，大家可以揀四季豆、西蘭花等等蔬菜，佢哋含有豐富纖維，幫助腸道蠕動同埋增加飽腹感。大家亦可以嗌少飯同食少啲濃味醬汁嘅餸，減少糖同鈉嘅攝取。只要識揀，買外賣都可以食得健康㗎。由今日開始改善飲食習慣，一齊預防心血管疾病啦！